OK 啦 ，Marshall 就位。有個未上嚟啊！ OK， 準備好啦嗎？睇到你哋嘅眼神就知準備好啦。聽安聲起步。順利。定啲啊，定啲。直路比就唔順利啦。哇！一舉之下，迪生上到4車。哦，不過而家變咗5車、6車。你出得翻嚟冇事。唔可以自己起步啊！當後車，OK， 2車康流，3A Timmy， 4車94， 5車泥水，6車龍，6車未到喎，6車 Home Race 啊！咁啊，歐片攞咗一轉1啊，咁睇下呢轉泥水有冇機會上得翻嚟啊？2嚟嘅。咁我睇下歐比有冇機會留到最後啦，呢個位置。好啦，歐比喺場中間，藍色皮褸啊！哎呦，後邊爭少蠢蠢欲動跌低啊！哎呀，跌咗！啱啱冇泥水過到 ，Timmy 過到。咁啊，歐皮暫時帶嚟咗一啲距離啦，都有3秒7。下一組係 B 組啊！哇！泥水上演咗一個精彩嘅攻防啊！咁啊，不過就咁樣泥水上咗2車、3車 Timmy。出直路埋邊一步，清咗冇事。咁啊頭車依然係喺中間位置，但係泥水上得嚟好快。2分50。係咪好精彩啊？而家呢一刻。咁啊泥水會唔會再揾啲機會突破呢？睇落去好似好難，但係又有啲可能喎。咁啊，歐皮喺前面控制咗個節奏，咁啊暫時控制喺半條直路、1條直路左右。咁啊，歐皮過一時彎就扭都唔扭啊，慢慢嚟啊！睇住個馬路，睇住個馬路 ，OK 冇事。咁啊，仲有2分08秒。咁啊，不過泥水同阿歐皮兩個越嚟越近，3秒0啊！哎呀，歐皮跌咗，俾阿泥水過咗，而家變咗冇事冇事，不過都係而家變咗一條距離一條直路啦。咁啊，泥水喺台中間。去到右下角係小心過馬路，小心過馬路。咁啊，變咗歐皮可能要揸快少少，跟翻個節奏啦。好 B 組嘅朋友都準備啦嚇 ，B 組。咁啊，仲有4秒2嘅距離啊！咁啊，睇下歐皮有冇機會發上去啦。哎呀，佢又發跌低咗啊！不過3選2啊，咁啊咩都有機會發生啊！啊泥水依然頭車2車龍仔3車 Timmy 4車歐皮啊！哎呀，歐皮又喺同一個位又跌多次，可能有少少緊張。
好啊，B 組嘅朋友準備啊嚇，B 組。咁啊，好似左彎有少少問題啊，敲起架車頭先。啊，冇理由兩次啦，個位度跌嘅。咁啊，見到有少少推頭。好啦，咁啊，而家冇事啦。貓皮順利過嗰隻左彎，睇翻泥水喺前面帶走晒啦，5秒3啊，拉屎啦，衝埋尾圈啦咁多位。好 B 組嘅朋友準備啦，B 組啊 B 組。咁啊，泥水順利帶出啦，2轉1啊！咁啊，龍仔啊3-2，兜起2-5啊 ，Timmy 4-3，咁啊全部完成。好，好啦，咁啊睇下 B 組呢一轉有咩神奇嘅事情發生啊！